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月12，诗篇42篇11安尼讲：我的心啊，你啥事有出？啥事伫我的内面着急？你着仰望上帝，因为我犹阁要学老伊。伊是我的面的阳光，也是我的上帝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的面有阳光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阮的心切切羡慕的上帝，主啊！阮羡慕你，就亲像鹿羡慕溪水。主啊！阮的心喙焦羡慕你，就是永活的上帝。主啊！阮啥时会通到你的面前朝见你啊？阮明日用阮的目屎准饭食。主啊！阮较无通见你的面。主啊！阮的心伫忧愁患难中郁卒，我毋知啥事伫阮的内面，互阮着急。阮切切仰望，阮的问题得到答案，得到解决。总是你互阮知，着仰望你，因为阮犹阁要学老你。主啊！因为你是阮的面的阳光，也是阮的上帝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